波搅动无停。耶稣讲：“来跟对我，我要互恁得人如得鱼。”这是什么意思？互咱的性命得到更丰盛。什么叫做更丰盛？你要进入这个生命的信仰里面，你才会知道。不然的话呢，是我讲我的，圣经讲圣经的，我们根本就没有领受。所以呢，人生的风波是真正是搅动无停。所以，咱真正爱来对耶稣，因为耶稣讲：“恁伫世间有苦难，伫我内面有平安。”所以苦难是本分，平安是福分。咱做伙来吟这首310首比调。我情哪样失迷？这首诗歌，它的作者吼，每一首的歌词内底，好像那个山里面的那个小溪流一样哦。有时候呢，又沉静的像夜空里面的那个星星呐；有时候呢，又像大海里面的那个波涛汹涌吼。所以，这嘛是咱讲人生的人生风波，甲咱嘛是扰动无停。但是呢，咱好亲像迷失的羊儿同款，也有法互咱正人的罪过，拢归伫耶稣的身上。唱这首迷失的羊哦，我唱20多年来，逐摆唱，敢若头一摆唱。伊内底讲的，敢若咧讲我啦。所以讲，无耶稣，我今仔日可能伫圆山荣民院的第8病房，迄上严重的哦。迄种精神都失常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拄着恶担当的代志。我感谢主，伫土里中吼，伫这个苦难中，甲我救起来。所以我较早是感觉圣诗真无好听，因为我伫阮婆婆遐时，我还袂信主，阮婆婆伫厝会听圣诗。我问伊讲：“妈妈，你伫听啥物歌？”伊讲：“圣诗。”我心肝内咧想，也无好听。但是无义务讲，我信主了后，每一摆唱圣诗，互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互我更想知道说是啥个做遐尼好的诗歌。我每一摆查这个圣诗的时，拢几啊百年，也无着100多年，遐个歌哪会使留落来？因为伊有生命，所以咱应该甲这个诗歌产生共鸣，来唱这首《我情若迷羊失迷》。
吞忍听候上帝。大比王伊伫遭受这患难的时，伊向上帝来呼求，迄时的复杂的心情啊，伫即首诗拢甲咱讲。所以真侪时阵，咱的心肝嘛是常常会呼求神嘛，然后呢，会向神倾诉啊，然后我们就要等候上帝的他的帮助。所以咱人生的路站，咱爱学习安怎来呼求上帝，安怎听候上帝。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亲像对待大比王共款对待咱，互咱有稳定甲祝福。咱来唱这首《我捌吞忍听候上帝》。安静咱的心，进入今早起的敬拜。弟兄兄姐平安，这是咱要三甲来敬拜主，请咱将你的手机关机，还是弄静音。
来啊，咱着向耶和华唱歌，向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山悬的山尖也属伫伊，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大地也是伊的手造成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就毋通硬恁的心。请咱做伙吟诗来学乐上帝。圣诗第13首，圣诗第13首。我捌吞论听候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徛地，同心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为阮流血宝仁爱受苦，并死伫第四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上中复活，上天，他坐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信公共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
当心来启用启用文第10篇，也就是诗篇40篇，圣诗后壁启用文第10篇，诗篇40篇。我捌吞忍听候耶和华，伊压落阮我，听我的求救。伊对通囝的含坑，对土迷中牵我起来。互我的脚徛伫石板顶，互我的骹步在我。伊互我的喙唱新的歌，就是学乐阮的上帝，侪侪人要看见来敬畏。也要倚靠耶和华，独独倚靠耶和华，无插遐的骄傲，伊亦平安富贵的人。借人有福气。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以及你对阮所存的念头真多，袂会对你排列。我若要提起来讲，遐少爷算袂了。这事甲礼物，你无欢喜。烧济甲烧济济，你也无爱甜。迄时我讲，你看，我来啦。我的事已经计册，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谈。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请咱过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45首，圣诗245首，我情哪样失迷？请咱起立来吟。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怜悯的主，愿对你的慈爱甲疼痛，
来献上阮的感谢、懊恼、甲认罪。阮感谢主上帝，你为着阮来准备拯救、赦罪的方法甲机会。对着上帝的施恩，主耶稣会降临世间，伫十字架顶来死，然后无阁受死实通囝的锁链来束缚陷害，搁活，互阮世间罪人得到赦免罪，搁为着阮人类带来喜乐甲盼望。为着安尼，阮献上阮的感谢。全能的上帝，阮也要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晓得将阮本身交代伫你的管顾，搁会晓得来信靠你，互你的神来引带阮，掌管阮的心。伫逐款的苦难中，求你互阮有勇气甲吞忍。主啊，阮着爱传播主你的真理，毋通简单用喙来学了你若听，也会当伫阮的生活中显明出来，阮就是你的学生。一世人伫你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你。阮相信主，你是慈爱怜悯的主。虽然阮是无完全的，软弱佮软正，无论阮安怎做，安怎去行，有时真正无够业。总是阮相信你会保阮到满足。有时阮若亲像头起仔阮所吟的圣诗，阮哪样失迷、雕花、人人去世，总是你拢无放杀阮，依然咧保守照顾阮，爱阮永归白你的家。当阮要听主的真理，求主感动阮的心，奋起阮的灵，也求你甲林耀新牧师伫地，圣灵充满伫伊，互阮会当明白牧师所教示阮福音的意义，也互阮会当听入耳，搁有好的行为，跟对主的脚步来行。阮将一切的敬拜摆咧伫你的面前，愿阮的敬拜会诚侪芳芳的祭，献互你欢喜。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章14节到20节。马可福音第1章14到20节。我用现代台语的本汉字。你若是摕圣经的，台语汉字本是伫第39页，你若摕好好变的，是伫38页，现代中文版本的是伫56页。我用台语，现代台语来读。约翰受掠了后，耶稣去加利利宣扬上帝的福音，讲：时机到啦，上帝的主权得要实现啦，着悔改，信福音。耶稣对加利利湖边经过的时，看到西门甲伊的小弟安德烈伫湖里底拍网，因为因是掠鱼的。随时，耶稣对因讲：来缀我，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掠鱼的得着鱼。因随时甲网放地，去对耶稣。行无偌远，耶稣看到西庇太的囝雅各甲伊的小弟约翰伫船顶咧整理网，伊随时呼召因，因就将老爸西庇太甲请的工人放伫船顶，对耶稣去。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的人，愿阳光甲学乐归伫伊的圣名。即时，主日学要带咱来学乐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我欢喜
因我属主耶稣，天天都快乐。愿一切水的歌声，诚侪芳芳的者，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仔日咱牧师要为咱来证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放杀甲军队。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啊，满心感谢你，伫即个安尼疫情悠远、真紧急的情形之下，主你悠远赏赐阮有平安，会通来到伫主你的殿院，而且来朝拜你。愿你的神即时运行伫阮的中间，主你家己照着你家己的话语，搁一摆来对阮来启示、来阐明你的心意。互阮会通对主你领受你的话语了了，阮会通欢喜来军队。互你的话成做阮安尼日常生活的准绳，甲阮所倚靠的。愿你成就你的心意伫阮每一人的生活中，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圣名，阿免。咱基督教是一个安尼。通讲是一个逆理的宗教，的一个信仰。是安怎讲呢？因为真侪时阵，上帝伊会照着逐种无共款的迄款的状况，来伫遐来挑战咱对伊的信，互咱会通安尼伫迄个过程内面，咱赢了即个试，上帝就搁赏赐伊逐样的即个祝福伫咱的内面。其中对咱来讲，安尼有一个真会通讲真大的挑战，就是放杀，放那个舍弃，咱安尼所看重的，选择看重上帝所看重的，是迄落安尼放杀咱所看重的，选择看重上帝所看重的，伫咧圣经的内面，会通讲。有一个安尼上好的例，就是即个撒母耳，迄个亚伯拉罕安尼献以撒，这就是一个上好的例。
当上帝爱亚伯拉罕将伊所疼的即个独生的囝以撒来献互伊的时阵，我相信伫咧圣经内面，虽然安尼只有敢若讲亚伯拉罕就安尼两边就安尼物件款款的带着伊的囝以撒上山，但是我相信伫咧亚伯拉罕的心中一定有真大的迄个挣扎，因为迄个才是一个人应该要有的迄个款式，但是伊上落尾伊选择顺服，上帝就赐福互伊，安尼伫咧安尼对伊的迄款的祝福内面，安尼会通讲，伊伫遐讲安那，耶和华上帝就对即个亚伯拉罕讲，你已经行即个事，无留你的囝，就是你独生的囝，我就只家己咒诅讲，我祝福要祝福你。加天要加天，你的福的，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山，你的福的要得到遮的对得的关爱，搁地上万邦要因为你的福的来得到福气，因为你听叹我的话。这诚做一个咱伫咧安尼伫咧咱的信仰顶面一个真好的信仰的典范，也是伫咧咱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内面。一个真要紧，咱需要去思考的一件代志。咱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段内面，一开始的时阵，耶稣就伫咧讲安尼，当约翰去互关起来了，当约翰去互关起来了，耶稣伊就去到伫即个加利利。迄是一个什么款的情形呢？就是伫咧咱所看的即个沿海，即个死海即个位，因原底耶稣伫咧即个所在，安尼接受行洗约翰的洗礼。当因洗礼了后来耶稣安尼互圣神安尼带去来安尼接受迄个撒旦的试探，所以伊伫咧试探了耶稣就开始传福音。当传福音的时阵，伫咱今仔日这段经节就会通，伊对一个即个绿色这条线，伊就转去到伫加利利的所在，去到伫迦纳，后来搁去到伫，怎啊耶稣怎啊伫咧即个规个即个加利利海的周围伫遐开始伫遐来传福音，这是咱今仔日咱的即个规个经段内面一个真要紧的迄个地理的所在。伫咧即个所在我要透过着三个圣经的即个故事来讲起着安尼讲迄个舍弃弃杀啥物有偌尼困难。第一个故事是即个约拿的故事。耶和华上帝伊安尼要审判即个尼尼微城，伊透过即个约拿来对即个尼尼微。安尼伫遐来甲伊，迄落对爱伊去到伫尼尼微，伫遐来宣讲着上帝要来审判尼尼微城安尼一个安尼故事。伊就伫咧迄个中间，但是因为即个约拿伊安尼心内知影着上帝伊是一个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所以，伊知影讲，如果伊若去宣讲，有可能尼尼微城就安尼来反悔。但是嘛有可能伊宣讲了，亲像咱伫咧圣经内面另外佫一位，就是迄个索多玛俄摩拉同款，伫遐因游玩继续伫遐安尼毁类安尼无趁上帝的那个旨意，所以递到尼尼微，迄个索多玛俄摩拉就安尼来安尼受着上帝的天顶的天火来甲烧掉。所以即个约拿伊就安尼坐船，安尼对即个要去安尼盗骗上帝，无拍算上帝。伫咧即个海，伊要去到伫他死的所在，结果伫咧船顶，上帝犹原无放伊，就
安尼起大影、起大风，直到因伫咧中间所有的遮个尊手伫遐安尼，伫遐咧求因的上帝。落尾手因也伫遐用那伫咧船底伫遐咧困，这船长就起来讲起来啊，去叫你的去祈求你的上帝。落尾手因虽然逐人伫遐祈祷因的上帝，结果迄个应犹原袂止。后来因就安尼讲自谦，抽签，看讲到底即个因所拄着即件代志，到底是啥物因迄个啥物人所引起的？结果就抽签抽着约拿，因就问约拿讲：安尼你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是安怎乃因为你来拄到遮个代志？伊就讲起上帝怎样来伫迄个中间安尼要差派伊去到尼尼微遮个代志。因就伫遐安尼遮个遵守讲安尼，我袂使将即个人甲伊处理掉啊！约拿甲伊讲，你将我等伫咧海就好啊。伊讲因着继续伫遐安尼过船伫遐期待讲会通甲遮个迄条船会通甲保持掉咧，甚至落尾手甲所有遮个船顶的遮个货物拢总甲等咧海，期待会用保持即个船。结果犹原无采工，落尾手约拿就甲讲：恁将我安尼迄落海，就海就会平定。遵守伫咧无法度的情形之下，将约拿来甲伊结落海，海就平定。上帝差派一只大鱼，将即个约拿安尼甲伊吞咧伊的腹肚底，约拿就伫咧即个大鱼的腹肚底3暝3日，就伫迄个中间，伊伫遐来祈祷上帝。落尾手，上帝就安尼派着大鱼来，安尼将伊来甲吐伫咧即个大地顶面。上帝就继续对约拿讲：起来，去尼尼微城迄个大城，我所命令你所着传的，你传互因。约拿无法度的情形之下，伊就照耶和华的话，伫遐安尼来伫遐，去到伫尼尼微城，去伫迄个所在，伊对约帕的所在，去到伫尼尼微即个所在，就伫迄个所在伫遐宣讲，上帝的迄个审判。这尼尼微城安尼是一个真大的城，若要甲行探过去，爱行3日。所以因就约拿伊就伫咧即个城，安尼差不多行约略差不多1天安尼的路程了，伊就开始伫遐宣讲讲，过40日，安尼上帝安尼要来审判即个尼尼微就会倒坏。所以尼尼微的人伫咧中间听了，就信上帝，因就伫遐来宣布禁食，到对大汉到细汉拢穿即个麻衫，伫迄个所在安尼，毋但即个消息后来佫传到伫尼尼微王的即个耳孔，伊就对伊的座位起来，安尼脱去伊家己的礼服，伫迄个所在伫遐安尼穿麻衫。三恢夫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安尼认罪悔改，伊佫是安尼伫遐讲着照王甲贵族的命令传互尼尼微的通城，讲啦，伊讲人着安尼甲精神以及牛群、羊群等等遮个，拢着应该安尼禁食，连水也毋通，佫着穿麻衫，伫遐大声求叫上帝，逐人伫迄个中间安尼离开因的歹路。甲因手所做的遐个强暴，检采上帝的回心转意，来挽回伊的大生气。所以就对安尼，即个后来上帝就伫迄个中间看见因的行罪，有离开因的即个歹所行，上帝就退回伊所讲的，无讲互因的遐个灾祸，拢无伫迄个中间来讲落。同时，即个约拿为虾米要安尼走去到伫即个塔斯？因为伊知影即个上帝，伊所认捌的即个上帝是一个有恩典的上帝，伊是一个充满怜悯无快生气、有丰盛的主啊，佮安尼退货所讲无降落灾祸的迄个上帝。
若是约拿伊对尼尼微的即个人物，就是即个城是一个外邦人的城，个外邦人对因来讲，这个外邦人是叫做该死的，是上帝恩典无应该临到的迄个所在，所以伊伫咧中间，伊就伫遐来代替上帝，伊伫遐来安尼要来伫遐行审判。所以当约拿后来伊欢喜来顺服上帝的命令，去伫咧即个尼尼微伫遐来宣讲的时阵，伊的结果就是安尼，伊对亲像伊对上帝的人物共款，甲着罗马手的结果就是，甲着伊宣讲拄好是颠倒摆。但是伫咧迄个中间，确实要带来迄个上帝的怜悯，甲着迄个上帝的祝福临到伫咧即个尼尼微城。所以咱会通对一个即个中间会通看到，咱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伊是一个全面的上帝，伊毋是敢若是以色列的上帝，伊是全世界、全人类的上帝。过来，咱也会通伫咧即个是伫咧旧约的故事内面，咱也会通伫咧即个新约的故事内面，会通看见到有一个财主，安尼少年财主，伊要去到伫即个耶稣的头前，伊伫遐讲安尼好的先生啊，我着怎样通成接永活？耶稣着甲伊讲，你啥事伫遐称呼我是好的啊？无一个是好的独上帝那定，请会安尼。你已经知，无伫杀死人，无伫奸淫，无伫偷窃，无伫滥散做干净，无伫亏欠人，着敬你的上帝。哇！即个少年的即个财主，我伫咧迄个所在安尼，真咱讲会讲真骄傲，讲对主耶稣讲安那？伊讲先生啊，只系我对细汉我就安尼拢已经无拢受益啊。耶稣看到即个少年人，就安尼听伊伫遐来对伊讲安尼，你要欠一项，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互送向人，就要有财宝积住伫天里。后壁佫过一句，过来对我。哇！即个少年的财主听见着耶稣对伊所讲的，伊伫遐心内就安尼，咱讲伊的面就安尼。青顺顺、失色，伫遐忧闷就来离开，因为伊的产业真济。弟兄兄弟，要放杀、要放弃原本已经有的来跟对主，迄是一个偌尔啊无容易的代志。若是主爱咱，我靠伊，搁较济，我靠咱所有的，实是咱所有的原本本来就毋是咱的。因为咱是空空来到伫即个世间，咱也要空空来离开。若是注意爱咱积住财宝伫咧天里，但是咱会通看见这位少年的这财主，伊放袂落，伊伫咧伊即个世间，伊所拥有的。第三个故事，也就是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段，耶稣伫咧中间伫遐来。安尼呼召着即个四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甲着安德烈。伊伫咧中间，安尼耶稣经过加利利的即个海边的时阵，伊伫迄所在看见着即个西门甲伊的兄弟安德烈，伊就伫遐安尼讲来对我，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讨喜的。彼得甲安德烈。就两边离开来对伊，伫迄所在耶稣搁较留啊进前一寡，伊就看见着即个西比太的即个迄个囝雅各甲约翰甲伊的兄弟，伫咧即个船的伫遐咧捕网，伊就安尼嘛是共款两边来伫咧遐来招呼因。咱会通伫咧咱的经文内面看见着。一个马可福音，一个真特别的记载，就是马可福音的记载是拢非常的紧的，所以伫咧咱的华语的圣经内面，拢讲叫啥？立刻，怎样就立刻，耶稣立刻，迄个西门彼得、安德烈，
嘛是立刻，所以咱着通看见着，迄是一个因无有真侪的迄个安尼拍算，真侪的迄个安尼来伫遐来考虑，乃是安尼随时因就伫迄个中间，安尼亲像着即个西比泰的即两个囝雅各甲约翰，因就伫迄个所在。安尼立刻讲两边伫迄个所在来安尼拜拜伊的老爸，甲着请工伫咧即个船里来对着耶稣，要放下原本赖以为生的即个工具，也是讲离开咱原本倚靠的父母，去跟对耶稣。这伫咧咱的理智上这是一个真恶劣的代志。古早人讲安那。讲在家靠父母，出外什么？出外靠朋友所以咱踮伫咧即个世间，加减咱拢有一寡咱通倚靠的代志。这西门甲着伊的兄弟安德烈，安尼离开梦来对耶稣，以及着即个西比泰的两个囝约翰甲雅各因伫遐拜拜因的老爸甲着请工。咱若是对路加福音的即个强观福音、路加福音的所在，搁来对照来看的时阵，咱就知影，因为主耶稣有因通放杀的一切，什么款的一切？咱用伫咧路加福音内面通看见，是因原本所看重的，现在因欢喜来放杀来军队。所以弟兄兄弟。共款伫咱的即个生命的中间，咱犹原有做代志伫迄个中间，伫遐安尼这个物件是这个代志，甚至看法，咱原本所看重的是咱看做是要紧的，是袂使改变的。至到互咱甲上帝，是咱甲人的关系，伫迄个中间，迄个关系煞来破裂去。甚至于安尼煞来，无法度去得到上帝的祝福。有啥物款的代志是咱有可能咱所看重的，超过咱看重主的？伫迄中间有可能，伫迄中间有可能是权利，有可能是地位、钱财、名声，甚至咱看重咱的父母、咱的先生、咱的某。咱的囝儿，咱的查某囝，咱有可能看重咱家己比看重上帝较济嘛？有可能。另外一个咧，咱嘛有可能，亲像学生，伊有可能伫咧伊的即个学业的成绩顶面，是咱大人有可能伫咧咱的工作顶面，甚至安尼有的人用着侪的迄个意识形态，不管是伫咧政治性的，是伫咧社会顶面的侪的意识形态，去抵触到去影响着咱甲咱的上帝的关系。伫即中间，甚至咱最近即阵嘛有真侪人安尼，因为即个3C的产品，抵到伊甲上帝的关系。中夹着一个3C的产品，抵到伊伫咧伊的手、伊的目睭、伊的所有一切无法度放离开即个3C产品，有可能无？抵到咱甲上帝的关系伫咧中间，有一个物件比上帝较重要。所以，当咱伫咧迄中间，咱若安尼来看的时阵，当咱用着安尼细像的即个价值观伫迄个中间来做判断的时阵，有可能因为咱看重遮个较过重，看重咱的主的时阵，就会互咱听袂去主伊对咱呼召的声音，直到妨害咱随时来去跟对主伊的脚步，以及咱跟对主的迄个意愿。何况这物件有可能拢是会过去的。咱所伫意的每一项，如果咱若将这所有伫意的看做拢总是零，
安尼时阵，才会搁较侪的灵对你来讲，对咱来讲，有原是灵，拢无任何的价值。只有将咱的主放伫咧咱所伫意的每一项代志的头前，就咱所伫意的，拢要诚做有意义。当主耶稣伫咱的心目中，迄个上重要的迄个第一位的时阵，就你原底本底所看重的，才会因为主伫咧比这个搁较重要。就咱要伫咧迄个中间要诚做有意义。你的钱财，因为主伫咧你的钱财顶面做主，你就知影这个钱财要怎样来使用。当你伫遐注重你的名声，当你将你的名声将主耶稣放伫咧名声的头前的时阵，你即个名声就要诚做侪人的迄个祝福，加着迄个安尼典范，就即个名声会变搁较得到荣光。当咱将咱的学业成绩，将主耶稣放伫咧即个学业成绩的进程的时阵，上帝伊就赏赐你天年来的迄个智慧，互你所读的是有果效的，互你所工作的是得到上帝所祝福的。所以你所有你所关心的这个事，因为主放伫咧你的心内所关心的这个事的迄个地位，就你所得到，上帝要互这个拢诚做有意义，要诚做上帝要互你的迄个祝福。所以弟兄兄姊，真重要的就是咱承认咱家己的不足，毋是一个弱者的迄个表现。如果咱的信仰，咱若无邀请到咱的主耶稣来成做咱的主的时阵，咱犹原继续做咱家己的主，无互上帝做咱的上帝，安尼咱的性命的结果，事实上是已经写好了。只有咱看清楚咱家己的迄个处境，知影咱是需要上帝咱需要伫上帝面前，咱需要安尼伫遐承认，咱是一个无够野。咱是需要有圣神的帮助的，咱是需要倚靠咱的主的。当咱愿意来放山，安尼放手，伫你手内面所原底本底你所拥有的，以及你心内的所有一切想法的时阵，才有可能对主来领受迄个更较大的祝福，迄个无共款的祝福，才有法度来互你得到，安尼来互你来得到。才有可能安尼得到上帝赏赐你无共款的各样的祝福要临到伫你，因为你欢喜来放手，互上帝来伫迄个中间来掌权。所以亲像彼得安德烈当主耶稣伫遐来呼召因的时阵，伊伫遐来军队主耶稣，因两边离开因的梦来对主，因为因知影伫主伊迄个所在。有迄个世间所无的迄个祝福。如果咱若到伫咧加利利，咱就通知影，加利利迄个加利利海其实是一个天然湖，伊也会通安尼称作叫做格尼萨勒湖，是叫做提比利亚海。伫咧旧约的所在所记载叫做基尼列湖，是叫做基尼列海。基尼列是啥物意思？就是竖琴，也就讲即个湖安尼生甲那亲像竖琴共款一般样。所以咱伫咧迄个中间因为即个湖安尼，伊伫迄个所在，即个湖吼，伊毋若是干天然湖，伊讲若伊即个湖吼，伊的若迄个长度差不多21公里，宽度差不多13公里，伊伫迄个中间迄个湖，伊是伫咧海平面底下，差不多230公尺，低于海平面230公尺，安尼的一个迄个所在。即个海用即个湖，伊的深度咧，伊差不多有安尼49.5公尺，安尼的一个水的深度。即个湖，伊当年安尼对迄个黑门山伫迄个所在遐的雪水，
安尼一直流落来到伫即个加利利海的所在，所以即个加利利海安尼讲渔产丰富，总共有18种的即个鱼啊，会伫迄中间伫遐来安尼伫遐生活，所以现在渔产丰富，毋若供给伫咧加利利迄个当地因的迄个需要。乃是因阁有法度外销去到伫埃及，甚至伫咧叙利亚等等遮个国家。咱来知影讲，伫咧当初时伫迄个希罗世界，从希腊罗马迄个世界，因主要迄个肉食是鱼啊，是鱼啊，所以咱讲渔业对伫当初时的迄个政府来讲来看，是一个真重要的行业。所以咱若用安尼来过来，倒来看彼得、安德烈，甲着西庇太两个囝雅各甲约翰的时阵，因遮个人因拢安尼拥有迄个存折，阁有因的希望。安尼的时阵，咱就通知影讲，虽然彼得、雅各因遮个人，那亲像无受到真悬的即个教育，但是伫咧当地，因认真讲会通算讲是叫做成功人士因为因伫迄个所在，因有因的存折，因有伫遐，所以因的迄个渔业真发达，所以因最起码是一个小康人家以上。所以咱若用安尼来看的时阵，当主耶稣伫迄个所在来对因来邀请的时阵，咱若对路加福音，咱来看，咱就通知影，彼得、雅各，伊伫迄个彼得甲迄个安德烈，因是主耶稣去上因的船，伫遐来因为侪人来对来围累着主耶稣，所以直到耶稣无回头徛船去彼得因的船顶，伫迄个所在来对遮个百姓来伫遐宣讲。所以因伫迄个所在伫遐宣讲的时阵，彼得、安德烈因伫咧船顶有听见耶稣咧讲啥物话无？有。因听见着即个耶稣，伊过去伊所有一切生涯技术，因就感觉讲即个人是个非常特别的。所以当主耶稣来呼召因的时阵，因两边就离开迄个因的舒适圈，两边就离开因的梦，两边就离开拜别因的老爸来对主。所以咱就通知影讲，因为因知影伫咧主耶稣遐有一个无共款的物件，是因伫咧即个世间得袂到的。所以弟兄兄弟，有啥物话是咱需要去立刻去舍掉，来回应主对咱的呼召？我要用一个真实际的例来讲咱要怎样来去做好一个做一个选择。有一个基督徒即个青年人伊是一个大学生伊安尼伊有机会去认捌到一个安尼非基督徒的即个女的大学生后来伫咧认捌过程了后来因就伫咧中间安尼开始来伫遐交往安尼，但是因拄着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因所读的学校安尼一南一北，分隔两地，所以这两个人安尼无法度安尼时常有机会见面，所以因就爱安尼常常爱用到这个视讯来维持因的感情。这位大学生伊真期待伊的这个女朋友会通赶紧的成做一个基督徒。伊就上帝来伫遐祈祷，伊拢期待伊的女朋友安尼会通安尼，伊周围的朋友有机会会通安尼带伊去到伫即个教会去遐参加聚会。感谢主，后来即个伊的女朋友会同学就有人安尼邀请着伊即个女朋友安尼去到伫因的教会去伫遐安尼来安尼参加聚会。但是咧，即个女朋友安尼，若有人招伊就有去；
啊，若无人招，啊，就无去。哇，安尼伊就互伊感觉讲，安尼这毋知要安怎如何是好。啊，有一遍，啊，即个伊的女朋友安尼伫咧即个视讯内面就对伊讲啊，我安尼伫咧某一日我有迄个安尼有正事，啊，意思讲期待讲伊即个男朋友会通安尼有机会去到伫伊遐来陪伴伊，哦，但是咧无拍算，即个青年伊伫遐甲伊讲啊，我安尼教会我伫咧教会内面有参与侍奉，我是教会内面团契的即个同工，所以安尼伊就安尼期待讲，伊即个女朋友会通去到伫伊迄边遐，啊，两个人安尼有缘有安尼相见面的机会，因为如果伊若是去到伫伊女朋友遐，伊当伊安尼去了转来，伊会袂赴参加团契聚会。所以，伊选择请伊的女朋友来伊遮。哇！但是咧，即个女朋友听了真无欢喜，啥啊无欢喜？你看我比参加聚会，参加聚会比即个搁较重要。所以伫咧迄天的迄个视讯落尾手，就论证讲叫做不欢而散，有点草草了。就安尼来结束，就伊嘛感觉讲，就伊嘛无注意，所以就即个青年，伊就去安尼就走去伊伫咧住咧学寮，就走去洗身躯。当伊洗身躯转来，伊的女朋友就伫咧伊的赖面顶，就甲伊讲，安尼咱安尼相隔两地，安尼，我看咱安尼无适合继续交往。哇！即个青年安尼一个听见，哇！伊就认真讲，全崩溃。哇！伊就听甲上帝，听讲，哪会安尼？我遐尔注重来参与伫咧教会的侍奉，伫遐安尼。为着助你的团契，你的教会团契伫遐参与做侍奉，你哪会互我拄着安尼的代志？但是伊心内虽然有迄款安尼做的迄款的艰苦心，但是伊隔工伊爱上课，伊要安怎？伊就上帝伫遐祈祷，讲上帝啊，他今仔日拄着安尼的代志。我即个时阵，我嘛毋知要怎样来处理，但是我明仔载爱上课。求你，互我会通伫咧今仔日，互我袂因为即个情绪的关系来受到影响，互我迄天会通好困。我明仔载有精神，通好安尼来继续来安尼参加迄个参与上课的即个课程。恁想上帝迄暝因有好困无？迄暝上帝互伊好困，上帝互伊好困，隔工伊后来伊就安尼起来，因为伊即个青年，伊迄天伊的课是下早10点，所以伊还阁1点时间。伊就伫迄个中间，伫遐安静，伫遐祈祷，来上帝求智慧，知影怎样来回应伊的即个女朋友所对伊所讲的。所以伊就伫迄个中间安尼用着真有智慧的一寡言辞来安尼来回应伊。因为即个女朋友讲伊下早就有课，所以就讲安尼，咱则阁继续来讲。落尾手后来，因就伫咧迄中间，即个女朋友甚至嘛问着讲：你著既然遐尔看重教会，看重教会聚会，如果咱若倒一天咱若结婚，我若怀孕，我要去生囝，拄好教会爱聚会，你是要去聚会，是要陪我去生产？是讲你的爸母，
破病的时阵，结果教会有聚会，安尼你要怎样选择？即个青年就用到真有智慧的话，一个一个来甲回应。我即个伊的女朋友就安尼非常的安尼，咱讲坚持讲，伊哪有遐尔大的信心，所以伊对即个伊的即个信仰有一个无共款的看法。落尾手后来因迄个关系来得到恢复，甚至即个女朋友后来因为伊迄款安尼对上帝迄款的坚持，甲着迄款的信心，即个女朋友原底本底是爱人少，才有法度去教会聚会。伊后来是家己真积极去参与伫咧教会聚会。我嘛会通确信讲，若是安尼的时阵，以后即个伊的即个女朋友会通讲诚做基督徒洗礼入教会叫做指日可待。所以咱着通看见着一个安尼对上帝安尼迄款安尼真坚持伊家己的信仰的时阵。伊就上帝，因为伊看重上帝，上帝就看重伊所需要的。所以咱从咱就通知影讲，即个青年，因为伊看重上帝，上帝为伊来排开所有的遮困难的时阵，伊所得到迄款的欢喜，是我尔欢喜。所以咱将一切阳光来归互咱的主。即个青年后来安尼伫咧为着即个信仰缘故，伊选择看重上帝所交托伊的迄个职分，伊无伫遐来放弃原底本地上帝所交托伊的迄款安尼真要紧虽然看起来那亲像是只不过是加一个团契聚会，但是伊伫迄个所在，伊伫遐坚持伊的信仰，伊伫迄个所在，伊无放弃原本就因为原底本地就已经无有真侪机会通好来陪伴伊的女朋友，上帝就看重伊，想随伊所期待，就是互伊的女朋友伫咧即个信仰顶面会通更较看重，相信无久安尼即个女朋友会通安尼来洗礼入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当咱伫遐看重上帝的时阵，上帝伊就要将安尼放伫咱的性命内面，迄个上要紧的。当咱看重上帝，将上帝放伫咱的性命内面，迄个上要紧的迄个位置的时阵，上帝有缘嘛要看重咱所交托伊的逐项的遮个事。邀请咱所有正兄姊，咱真正会通同齐来用着来去经验咱的这位信实的主，因为咱的主伊是值得咱去试验的。当咱欢喜来将伊放伫迄个你心内迄个第一位的时阵，伊就要将你放伫伊心内迄个真要紧的所在，就你要经验着伊怎样带领你。一个无共款的生命，迄个生命是安尼不断伫迄中间来经验着伊的带领，伊的施恩赐福伫你的生命中的每一个安尼时段，每一个时刻，咱同心来祈祷。温天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照着阮今仔日所领受马可福音第1章的即个经文，主，阮搁一摆透过着即个经文，互阮搁一摆来思考阮甲主你的关系。主啊，但求你帮助阮，互阮会晓得学习来看重主你伫阮生命中迄个真要紧的位置，互阮将你放伫阮生命中，不管是伫咧阮的工作、阮的学业、阮甲人的关系、阮阮的想法、阮阮需要去注意的，
主，当阮学习，阮知影，着将注意力放伫咧阮生命中迄个上要紧的迄个位置的时阵，主你就要赏赐施恩赐福伫阮逐项阮所关心的，互阮所得到的，因为有主你将做阮的主，将做阮生命中迄个上要紧的迄个位置，就阮要安尼经验着主你怎样引带带领，互阮去经历着一个无共款的生命。愿你的神不断来提醒阮，也帮助阮，互阮伫阮的生命中不断会通来去经验着你是迄个丰富，佮满有慈悲怜悯，以及你是迄个满有宽容，会通来做成所有一切的即个主。愿你引带阮头前的路站，拢会通不断伫遐经验着主你的恩典的带领，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出佢的圣名，阿免。请咱同齐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献诗第310首美，第310首美，人生风波摇动无停，请咱去。即时，咱来奉献，请曾建明甲薛文哲2位执事来说。
坐。请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是马可福音第1章17节。伫咱的家宝里面有今仔日的金句是马可福音第1章17节。咱先来用华语读2摆。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咱下底是现代台语的译本，咱若共款读2摆。耶稣对因讲：“来对我，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掠鱼的得着鱼。”耶稣对因讲：“来对我，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掠鱼的。”得着鱼。咱来看报告的事项。报告内先，咱有看到赖弟兄，后面那边有3位，赖依然来就近做礼拜请。欢迎欢迎你们来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我熟悉。谢谢，欢迎另外还有一位黄圣依先生，请那请银莲介绍。感谢主请咱会后大概交会好，请坐。咱来看报告的事项。第1项，请教会诗班、学青小组、新爱成人团契，还有松人团契以及音乐侍奉团以上的会长还是组长，会当将你们的事工报告用电子档，尽量较赶紧干事因为咱2月就爱就要调开好诶，所以爱搁再矫正或者说些什么，所以请你们会当较紧将这来交互干事。第2就是明仔载开始，25到29，明仔载开始拜1到拜5，牧师要去台省读那个教牧博班密集课程，无伫教会咱牧师无伫教会中间，若有啥物代志，请假第2长老，就是帮长老甲陈陈长老来来甲伊接洽若未尽的事宜，就等他牧师回来再来办第3，后礼拜日是台湾女子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所以迄个学院的院长庄淑珍牧师，伊会来咱教会请安报告甲正道。第4项嘛是伫后礼拜了后新爱成人团契邀请潘新荣神学生要来甲咱分享初探大卫包生谈新约，所以邀请咱兄弟参加。分享了后，要开中级会甲小会，所以请中级准备心来参加。第5项，咱教会60周年的纪念特刊，就今年10月的第1个礼拜，就是咱的60周年纪念所以特刊已经开始咧征稿，请恁紧紧有对，无论你有啥物款你的感谢，还是学乐啦、意向，还是见证，还是分享，还是你伫咱教会遮久
你有啥物款的小故事，你都可以写出来，吼。若是讲你无方便写，嘛会当用采访的，会替你誊稿出来，吼。稿件甲照片，拢交互办公室，还是互编辑的组长李恩新。所以爱请咱每一户哪会当交3到5张的照片，生活照片，做咱的备亲资料。所谓备亲，我不知道，我唔知影讲恁知不知道备亲？因为咱以前咱拢有把咱的每一个家族的相片拢贴出来，因为咱足侪人有诶人拢无熟悉，唔知影名，吼，拢有诶佫唔知影名，所以拢会你的照片搭底下爱写名，那让我们大家互相认识，吼，好，再过来具体的消息。第一点，伫咱的交内底有伫个干教会为着要建堂，会义卖花莲富厘米，每一袋是4.5公斤的，是300块，欢迎咱兄弟来认购。伫今日下晡3点，要伫宜兰教会要举行陈志恩牧师的就任，该会的青年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第3点，明仔伫济南教会有七神中会要举行第70届的组织会。第4点，过过即个拜六，下早是9点到下昼是3点10分，要伫台北的济南教会，有办七千中会教育部举办的今年第1摆中级培训，主题是长职职分与执行，讲师是黄春贤牧师，所以请中级伫明仔载进前，会当报名参加，要一起上网报名的。第5点，嘛是这个拜六下昼2点，罗东的佳音书房要举办他们乔迁的音乐祝福会，所以礼品有拍折。你若5000块以上，佮拍愈侪折，所以请您把握这个机会。第6点，蔡发基牧师他的入殓火化礼拜，要伫2月6号，下早是10点，伫罗东的寿园。那个别礼拜要伫下昼是2点，伫罗东长乐教会来举行。第7点，台湾女子新学院要伫2月23号规工，甲2月24号下早是一波，要伫咱教会来举办生活与灵命的学程，寻找与神相遇的途径，我的故事，我的梦的密集课程。报名费是1800块，总是咱教会会甲咱补助一半。若是有要爱来学习的，你拢这里报名不要紧吼。所以欢迎咱有趣味的兄弟报名来参加。2月16就会截止哦，报名就会截止，所以要把握时间。好，台岛的事项，请咱看咱有咱业地球会内底，咱有迄个每一周的牧会函，并附上我们祷告的代价。下面有注意的事项，为了配合疫情升高的趋势啦，或者是我们实名制的线上点名啦，还是咱当上 YouTube 来关心咱教会，加请咱逐礼拜拢有咧登记，有咧登录上来，所以请你们自己看看。好，过过顶礼拜聚会出席奉献报告，咱嘛是请咱家己过目。事奉表，有阮着事奉的，请你注意来准备心来事奉。会计报告，若请咱过目，若是有顶答的，你再来跟干事还是咱的会计来订正吼。好，以上，好。最后，请咱做伙来吟上元508首。上元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万民。Yeah.
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主你互阮比别人较有福分，大声来受到主你的呼召，成做主你的学生。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也帮助阮，提醒阮，互阮的一生会通掠主你做阮心中第一要紧，互阮伫阮所做的逐项事顶面来认定主，互主你来引带阮头前的道路，引带阮行伫主你爱阮所行的即个生活的顶面。互阮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迄个款的生命的品质甲款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成成。佮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